感通，秘密現在被揭曉。別再做情人，做隻貓，做隻狗，不做情人，做隻寵物至少可愛迷人，和你不走。嗨，我係古巨基。12月27號，我會嚟到洛杉磯，同大家一齊歡度聖誕假期，約定你到時見。求你別要如從前，純屬地碰。